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丽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当然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加工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丽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安南区好不容易所争取的全民运动馆，就设伫9份中卫区内，日前正式动土，预计2档后完工启用，毛居民拢相当期待。运动馆新店革命动土开始，接入，海内平安，迎亲得过。伫地方居民的期待，台南市政府摕出2亿6000万，兴建台南市安南区全民运动馆。日前伫台南市长柯伟摕、立委陈廷辉的精神之下，正式动工。教育部要用这个前瞻预算来甲大家各县市来起这个全民运动馆每一个县市摕准你2亿2个所在，一个所在补助1亿这个工程介绍然后呢，我迄阵就咧想讲要起伫地每一个所在拢讲选我每一个议员。做者议员拢讲做者所在要起尾就选定
伫咱安南区。这座运动馆的选址伫咧高分仔中华区，是台南市第2座公有运动场馆，建筑一分为二，伫河道两边各起一栋场馆，以空桥连接，打造全台唯一乐卡厝造型的运动场馆。预计伫114年完工。这个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水陆两岸我们把它这个衔接起来，就有2个馆，一个是在西边。西北一个是在西南那未来这个馆会有很多的这个游乐设施，还有运动场馆，包括全民运动的，包括未来有羽球馆、一些重量训练室的这个规划。那我们希望这个带动这邻近的这些市民也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运动中心体育局进一步指出，体育署补助的新营全民运动馆也预计伫今年后半年动工。市府接落来也会陆续兴建影空、人潮以及善化全民运动馆，满足市民朋友的运动需求，提供客人、客泊市民便利优质的运动休闲空间。台南新闻上怀综合报道。到伫5月的临安桥改建工程，旧桥将伫8月底拆除，同时启用两边的便桥替代道路来通行。预计新建工程伫2冬后完工，到时配合运河游船，希望彰显水路运输的愿景。位于中华西路顶的临安桥是台南安平到中西区主要的干道，车流量相当的大。因为该桥已经36吨的老桥，经过检测有危险性，伫高雄部5月的专业补助，目前两边便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不过受限台电管线牵线，预计8月底就要封桥，改行便桥替代道路。目前临安桥它两侧的钢便桥已经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因为台电的管线在那边有15条。那需要做迁移，那这个迁移呢，为避免大规模的停电影响住户的生活呢，我们一次只能迁移2条。那整个迁移完毕呢，需要3个月，所以等整个管线迁移完成之后呢，我们的临安桥这个钢便桥，我们才去铺设 AC。那依据这个时间点，在8月底才能够改道通车。交通重启部，我们现在把它建之后呢。对于我们有设左转车道，然后也有两快2慢，还有人行道的配置，让整个车道跟人行更加友善这样子。干部局表示，到时新桥除了结构安全，同时会考虑配合运河游船，牛底高亭的有关1.2公尺，希望彰显运河水路运输。我们趁这次改建呢，除了把那个结构安全改善以外呢，那也相对抬高1.2公尺，让这个游船、观光游船能够通过，然后让到达我们的运河新传，串接我们台南市的精华地带。临安桥新桥预计2024年底完工，改建期间嘛，请沿路人注意双向替代道路的路况，小心通行。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成功的企业家罗友乐，1991年伫马来西亚槟城创业，30多年来打拼有成。公司所生产的各种阿鲁米产品，嘛伫着国际大厂委托制作，成为台南之光。5月有一群来自故乡的好朋友，前往马来西亚参访，嘛伫着罗友乐董事长甲槟城议长刘祖健热情的款待。卢有礼董事长在30多年前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创业，成立东和旅工业有限公司，与总经理李世耀、厂长舒逢利3人在异乡打拼，感情就像是家人一样。从当初3人的公司发展到如今员工有数百人，其中的打拼奋斗不是3言2语就能说完。不过看到他们生产的产品长期获国际大厂采购，不用多说，也能看出他们的成功。咱台湾这迄个友中含这迄个好朋友会当莅临来阮马来西亚槟城，我的同厂来搞指导，我真欢喜就这个疫情，这个几年来大家拢较无地方见面，这个解封了时阵安尼带
遐侪人啊来遮安尼，同阮安尼问候安尼，我真感谢。啊，有那希望因伫来马来西亚吼，会当旅途愉快。卢董在台湾的好朋友全台西来安董事长曾正义、备役中将霍立清以及多位贵宾在听取完简报后，也参观了东和旅工业的厂区，实际感受以技术、服务、品质为信条的东和旅工业的真实面貌。霍立清将军也提出他的看法，也跟卢董事长意见交换，希望他能跟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现在配合国防自主的一些产业来密切的合作，来提供我们最好的材质，来建造我们未来在国防战力上所需要的不管的任何的载具啊，这个是对我们国防来讲是一个有很大的注意。我们也非常希望卢董事长把他在马来西亚从业30几年的经验都能带回台湾，也顺便把我们台湾的产业向上提升。一个是铝，一个是铁，那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两只差不多一样大，直径跟长度差不多一样大，可以直觉呢，可以感觉到铝跟铁的差别。在结束东和旅的参访，访问团一行人也来到槟城立法议会参观，同样也获得议长刘子健高规格的接待。议长在不在？在。近几年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一些交流，特别是软文化的交流，包括人文、艺术甚至宗教庙宇的这一些交流，都是我认为槟城跟台南有很好的发展跟发挥的空间。当然，这次我也知道是因为是卢有礼董事长来盛情邀请我们台南的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槟城。我也知道卢有礼董事长也是台南开台天后宫的主委嘛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可以来进行跟槟城互相交流，从庙宇宗教文化的这方面的交流。同时我觉得卢主委他有非常的这个好的条件跟能力来促成槟城跟台南，特别是在庙宇宗教文化的这个交流。卢有礼用台南人的奋斗精神，在马来西亚得到硕大的成果与尊敬，尤其在事业成功后，更不忘在台湾与马来西亚做公益，也因此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下一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人。以上是中嘉新闻张硕维在马来西亚槟城的采访报道。迈入第4档的新营地比节，6月开始将连续2个假日，分别伫新营天鹅湖甲铁道文化园区举行。到时除了坐市集看表演，也当坐5分车。同时，主办单位嘛规划美食村，邀请亲子做回来找阿糖，认识糖厂文化。记者会用拍开包装的箱啊，向前迈入第4档的新营甜美节特别登场，欢迎大家做伙来寻宝。为了邀请民众来台南感受甜美的饮食甲人情味，今年6月开始连续2个假日，分别6月3号、4号伫新营天鹅湖，6月10号、11号伫新营铁道文化园区展开。该活动嘛是市长黄伟哲临来举办，除了认识在地产业，嘛要推荐客北观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大家来到1年1度的新营甜蜜节。这个甜蜜节的由来，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新营是台糖的新营总厂。那虽然现在已经不炼糖了，但是过去甜甜蜜蜜的糖的滋味都还留在民众的心目中。而且台南是全糖城市。因此呢，对于这个甜蜜节，我想说会引起很多人的想望。那过去我们刚举办甜蜜节的时候，坦白讲，这个本来没有预期很多人，可能预期个1-2千、2-3千，就一次来了1万多人。所以我觉得，可见这个糖甜蜜，大家还是希望甜甜蜜蜜的。尤其520刚过，这个甜蜜的日子刚过，那所以说，不管是小孩子喜欢吃糖，还是大人谈恋爱觉得很甜蜜，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此，
我们今年再次举办甜蜜节，也希望大家扶老携幼这个亲子之间或是情侣之间都来新营享受甜甜蜜蜜的氛围。市长讲，伊会记哩第一档办活动，原本预估上济3000人，结果来了1万多人，可见大家对甜蜜节充满期待。今年除了西市节，有某某家族甲小朋友同乐，也当坐5分车。同时规划阿糖大猫猫，邀请亲子做回来找阿糖，认识糖厂文化。今日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成立伫民国97年，担起大副将军陈德辉长期关怀弱势，除了固定每个月10号送便当，嘛提供急难救助。伫今年7月2号，拄好是大副将军圣诞，灭火将举办盛大平安福宴，除了宴请有奖甲会员，嘛规划25桌，要来请弱势食平安。大副将军陈德辉因有理事长高志良，伫民国92年，甲一群热心公益朋友共同发愿帮助社会弱势。伫隔年就成立了大副将军陈德辉，提供物资发送、急难救助、贫困家庭免费送葬等服务。咱大副将军坐落于南区盐埕保安宫边一阵真有爱心的人集结，大家拢出来咧做爱心。因本身毋是干逐个月发便当尔，咱若有因的主要的是咱若一寡客户若拄发生着家庭重要的变数因有咧做急难救助，所以恁若透过咱今仔日媒体啦咱若拄伫南区即部分遮有家庭上拄发生着变化变故，因嘛当甲阮联络，我嘛当来甲因斗帮忙。大副将军陈德辉补救会部负责。感动了真侪人共同加入行善脚步，到现在会员人数已经超过400人参与。为感谢会员朋友长期的收听，陈德辉将伫咧7月2号举办大副将军圣诞千秋平安福宴，宴请会员以及弱势朋友食到。国历7月初2，咱要办这个办道的活动，要请这个街友，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共襄盛举。阮遮阮遮会员纯属要交流这个联谊餐会，真感谢讲咱这大将军所有的会员李干事所有遮的亲朋好友拢有来咧斗相共、斗帮忙，所以讲希望这个会会当用较壮大，会当帮助咱遮地方的艰苦人。不止帮助弱势朋友，陈德辉每次只要听到农民销路困难，也拢会大力采讲，并转送给市民朋友，实在足感心的。台南市大副将军陈德辉，阮经做伫个地方上，你也像譬如讲一寡农民伊个农产品滞销的时阵，阮也知来经过大家合议，李干事合议了会当，阮嘛是要来送互遐住户。纯粹斗相共的农民，是看互遐住户，大家互因长期性来对阮保安宫的一种赞助。另外，你也无钱通去贷的，阮大副将军陈德辉嘛是有咧做即块丧葬补助，你也真正无，阮全部甲你全额甲你补助，只要你送来阮审查了会过，拢全额补助。大副将军平安福宴将伫咧国历7月2号宴请会员好朋友。并规划25度，宴请弱势朋友食平安。陈德辉也欢迎认同因服务理念朋友共同加入大副将军神圣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甲国家高乡集团台南市文化局等单位合作，5月28将伫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举办发现孟德尔颂讲座音乐会。透过无同时期的音乐来分享孟德尔颂的特色甲故事，同时基金会嘛提供800席予学生免费欣赏。台资新竹音乐季将伫咧台南登场，日前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甲 NSO 市府文化局特别来到台南市永和国小，由指挥亲自带领台南永和国小管弦乐团演出，为活动做宣传。
这个节目是属于台积新竹艺术季的系列节目。那每一年新竹艺术季是在3个地区举办，包含新竹、台中、台南。那今年在台南的音乐会主要是以教育推广为主，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讲座音乐会，希望透过很精致的音乐上面的演出，以及指挥吴耀宇的讲解，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了解音乐的美。台积新竹音乐季举办到今已经20档，一直以来拢在为台湾的艺文注入能量。今年以咏叹青春为主题，希望借着艺术季的展览平台，提供青年艺术家发挥的舞台，同时也加入侪场的教育活动，让艺术教育会当持续向下扎根。然后这次的音乐会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只是一场单独的音乐会，然后还有很多的教育的意义，所以也特别配合办了我们的大师班，然后相关的讲座，然后也还跟我们永福国小的管弦乐团一起合作演出，所以非常值得我们民众的期待。那希望在5月28号能够来到台南文化中心观赏这场非常精彩的演出。音乐会将在9月28号举行，安排侪位音乐家以一系列名曲引领大家来探索孟德尔颂。主办单位也免费提供800个座位，让台南的学生欣赏。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进修部的学生，多数拢是日时上班，暗时爱上课，比用者佮爱应付大量的创作。为了展现因4档来辛苦的成果，日前14位毕业生正伫长丰艺文中心进行练展，完成艺术的梦想。长丰艺术空间所展出的30几件作品，就是咱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进修部14位毕业生的创作，而且对创作到布置行销拢是一手包办。咱能可贵的是，毛侪位已经做人妈妈的学生，4档来除了接受科班训练，也需要面对家庭甲工作。我可就是强烈兴趣甲一份完成艺术梦想的心。就想说这个年纪了，都当妈妈了，然后还能回归到这个学校来完成小时候最喜欢的画作。这个年纪这样子，好像还蛮不错的。对这个画展，这一次是我环境还有摆设都是我一手策划的。白铁跟光线跟我们眼力的折射，然后它传达的就是。经过折射以后，它很神奇的，就是变成把现实的社会带入虚无的空间，然后呢，你眼前所看的本质都已经抽离掉了，所以你已经不是所谓的现代跟永恒。以疫情为创作的元素，然后疫情的这3年，大家都非常的焦虑。生活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慢慢在这个3年的疫情过的这个后疫情时期，人们的生活又渐渐趋于平缓，我们又可以拥抱日常生活这样子。美术系学生被训练而晓用画作来关心这个世界的议题，冇人借出来探讨家己的内心世界，用画家己来疏解压力，走出无助的心境。因为我曾经有一段就是比较忧郁的那个时光，所以我就是想要画，就是接受自己的一些缺点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然后就是给自己一个拥抱这样子。无论年纪，这群学生伫美术系4档的努力，画下完美句点，接续未各自精彩画作人生。也邀请大家伫6月2号进前来欣赏因号名写出的毕业联展。我们毕业了。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23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